是宁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你知道我？哎，小人我在海坊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每一任新县令上任，哎，我都会准备一份大礼，正准备给您送什么礼呢？您看您自己来了。这礼你不是已经送了吗？啊？说吧，我夫人在哪？哎呦，宁大人，您自己没有看住自己的老婆，为什么要来找我要呢？这不见了鬼了吗？这不是啊？哎，宁大人，我跟您说，我的相好啊，都是醉仙楼、水燕居的模样，我从没见过孙夫人。放肆！这个宁大人，您要想找我打探消息，也未尝不可。不过在我这赌房呢，一切都要靠赌。您要是赌赢了，没准我有什么消息还能告诉您呢。当然了，大人，您要是赌输了，小的我呢也讨个彩头。哦，你想要讨什么样的彩头啊？看到我这双鞋没？不跟脚。海坊每一任县令跟我都是哥们儿，时常帮我提鞋。这个大人，您要是赌输了呢，帮我把鞋提上就行了，啊？大人啊，小事儿，小事儿。来，继续。查查夫人在哪儿。是。这会儿又输了。对呀，这又是百两白银输没了。关键是他一个县令，他哪来的银子啊？对，他哪来是不是上百两银子啊？你们说是不是？他一点也不生气，这怎么办呀？这个就是啊。宁大人，看来我今日气势如虹啊，已经连赢你2局了。最后一局你要是再输了，就要过来给我提鞋了啊！好了没有啊？宁大人，你倒是开呀！好像是我赢了。哎，大人，这一定是个误会啊！这头子灌钱之事，绝不是我李明所为。不是我。让一下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一下。哎，兄弟们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啊？这个新上任的县令一出手就是上百两的银子，出手阔绰又能怎样？现在都已经输了近1000两白银了。就是啊，都输了这么多了，真的上百两。我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县令？这什么人啊？这灌铅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也能把这九牧赌坊做成海坊第1赌坊，真有你的！鬼白，帮我查封这个赌坊。哎，大人，您听我说，你们几个上！哎，这一定是误会，这真不是我的东西啊！不是，这真不是我的东西啊！李轩，夫人。其实我可以解释一下的。就是那个，他们4个姑娘上来就围着我，然后，哎，其实就是你看到的，不是，
我要处理一些家务事，整顿家风。我不想伤及无辜。要是不想挨棍子的话，就给我闪开！给我闪开！这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夫人，莫要冲动。我不想打你，你起开！我数3下，你给我起开啊！1，鬼白，帮我解释一下。2，说呀。3，我今天你厉害呀哈！哎，鬼白在哪呢？你问我鬼白，你问他。让你，你松开！不松。英勇，此人乃是这个黑心赌坊的掌柜，死不足惜。谢谢夫人呐。我这么厉害的啊！但是我们还没完呢！哎你不要呀，咱们回家说吧。不气了，不气了，不气了，不气了。好的。看什么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因为我？嗯。你说说你，早不说清楚，害得我生这么一大口气。你倒是给我时间说呀！还是我的。不过我来赌坊，的确是来找你的。我怎么知道？哎，我一进去就看到那么一大帮女的围着你，要谁不生气啊？对不起。是，这还差不多。不过，谁把你救出来的？哼，你不在，当然有人救我啦。还好我遇到了一个从京城来的朋友，不然我现在小命可能就没了。朋友？对啊，他叫元朗，是个云游商人，恰巧来海坊做生意。你还得好好感谢感谢他们。从京城来了海坊，差一些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别动！哎，不是，这么多人，别动！你别动！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，我是县令夫人，看以后谁还敢欺负你。真好，真是个好官。我觉得啊，我们应该把这个夫人今日怎么这么高兴啊？你在这儿呢，哎，我刚要去找你呢。是不是找到铺子了呀？岂止是找到铺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夫人我找到的是全海坊最厉害的铺子。是吗？所以呢，我在这里正式通知各位啊，马上我的铺子就要开业了，到时候邀请各位都去啊。夫人，我这儿呢倒是有个绝妙的办法，能够让你结识海坊的名流千金，这些可都是你的潜在客户啊。真的啊？哼，你不会又在玩什么把戏吧？那你倒是去还是不去吧？不去拉倒。哎，我没说不去。那我等你。
收拾一下，马上出发。名留千金，真的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，会不会又不会穿衣服呀？来啦！我美吗？问你话呢，美吗？怎么这么慢呀？刚才干嘛去了？采花去了。采花？你没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？今天夫人的头饰和以往的比起来，确实不一样。哎，哎呀，真话，别碰坏了。哎，我刚刚走过来的样子像不像你的贤妻？你要是不说话呀，最像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准备了好久呢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哎呀，宁大人初到海坊，这里远不比京城的锦衣玉食啊！不知宁大人是否还住得惯呀？海坊地大物博，和京城比自是各有千秋。王老板，听说县衙之前发生过凶事，哎，这搞得我夫人心有戚戚，夜不能寐啊。是啊，县衙确实有诸多的凶事啊。前几任县令，那真是福薄命薄，令人惋惜呀。当然，他不比宁大人您是福大寿大，定能驱邪避魔。那王老板可知这几任县令都是怎么死的？哎呦，这不是我一介草民所能得知的呀。坊间传闻，前任县令是因为贪腐暴露，一家3口全部跳崖自尽了。还有人说他是被逼死的，谁干的？据说是上面的意思，其他的在下就不知道了。海坊不像别处，这里是3水的尽头，天然的通商之道啊。上面很多大人物都盯着呢，这里头的利益关系，那就不是在下所能得知的了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来，宁大人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久闻王老板在海坊经商多年，富甲一方啊。怎么看今日这寿宴，着实有点普通啊？
在下虽然经商多年，但是在下那些钱银呐，都救济了那些贫苦的穷人，这也是保一方平安嘛。哎，你说，前几任县令是否和我一样，也曾经是您府上的座上宾啊？宁大人，这位是我夫人。哦，那是在下疏忽了。这是我夫人，红珠。谁叫红珠？谁是红珠？宁大人，来，你看，这红珠夫人的皮肤可真好。是啊，这项链也挺特别的，我也想要一条一样的。我就是在那个西市陈记首饰店买的啊，真好看。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红玛瑙，还好意思带出来？这个玛瑙啊，自身它就稀松平常，也就南红玛瑙、戈壁玛瑙才值点钱呢。这位是这位是在下的小女月离。王小姐啊，幸会啊！恭祝令尊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不过今日令尊祝寿这么大的场合，怎么就连块肉都没有？宁大人呐，刚刚来到咱们海坊啊，就查封了九牧赌坊。宁大人真是一心为民，大快人心呐！我这个人，平素最不喜欢的就是吃喝嫖赌的那些人。今日呢，在下摆此宴，就是为了感谢宁大人为我们海坊肃清了一股邪风。来，咱们一起敬宁大人一杯。来，敬宁大人。敬宁大人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今天听王老板一席话，真的是让我感慨颇多。你说王老板作为海坊的首富啊，居然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用来做善事上，积德行善啊，自己家里过得这么节俭，你看，王老板，真的。这杯酒，我一定要敬你，接受我的敬意。我这位红珠夫人啊，曾经在御前舍命救过我，被皇上亲封为二品诰命夫人。哎呀，夫人真是女中豪杰呀！过奖了。夫人与宁大人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！来。哎，月里啊，你也敬一下宁大人和红珠夫人呐。见过大人，红珠夫人。看什么看？哎，王小姐，我有一样宝物特别适合你。什么宝物？哎，墨雪，快给王小姐拿过去。快看看。月离，不要辜负了宁夫人一番好意，打开看看。就是，看看也不吃亏的。这是我特制的飞晚霜，针对你现在这种脸上遇到波折的情况特别好用。你放肆！哎，王小姐，王小姐。
宁夫人，宁夫人，小女从小娇惯任性，你不必在意啊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王老板，其实我另外还备了一份贺礼。哦，夫人。啊？切。你不想结交千金名流了吗？木须，王老板，宁大人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图。我宁玉轩自为官以来，外出公干不少，每次势必离开，总有人以金银相送，而我却分文未取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会命人取当地的一捧土，以示警戒。这次我来海方，特意把珍藏多年的土都带来了，想要赠送给王老板。只求等到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王老板能助我取一捧海方的土离开。宁大人，你真是大大的清官呐！这盒土，它真是寓意深远。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好好的珍藏这盒土。哎，怎么送人家土啊？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送过土？我送的东西都很贵重的。王老板，我这……诸位父老乡亲，我夫人素来喜爱研究胭脂水粉，近日来到海方，便萌生了想要开店做生意的想法。如若之后夫人真的在海方开店了，届时还请各位赏脸光临，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。宁某在此先谢过了。今天在座的各位贵宾，只要光临小店，一定有大大的折扣。哎，王老板一定记得去啊！宁大人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好好的捧夫人的场。那我就先在这儿谢过王老板啦。时候不早了，告辞。都给我滚！你说这个王老板，真是让我长见识，寿宴吃一桌子青菜。哼，这个王老板呢，还真是一点都不简单了。哎，王月离手上那戒指印你看见了吧？他虽然穿了一身粗布衣，可是对珠宝首饰却是一清二楚，而且不光对首饰了解，手上还戴了一个金镶玉的珠子。这王家寿宴虽然是一桌子青菜，可是却是用肉锅炒出来的。你说他们在别人面前演这么一出，肯定也不是第一次。肯定不是第一次了。现在这海方啊，有着一明一暗两股势力。这明处的一股啊，应该就是蛟龙帮，掌控着下九方的各个行当；而这暗处的一股啊，应该就是这个号称海方第一大善人的王锦瑶了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你还大张旗鼓的在他们面前说我要开水粉铺子，那他们要是盯上我，还怎么做生意啊？海方这么多年，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规矩。我把你放出来，就好比是，什么？把一条鲶鱼放进这个河里面，我就是要搅浑这锅水，然后看看他们如何出招啊！浑水摸鱼。哎，你这招妙哎。把我放出来，
把我放出来。我是狗啊！王锦瑶果然派了信使入京，但一入京便没了踪迹。我们的人也跟丢了。要是这么轻易就能被追上，这才是反常之举吧？此事务必小心。是。属下仍在追查破庙行刺之人，那些人身手不凡，就算放在海方这样人才辈出的地方，也打眼的紧。我觉得他们蛰伏了这么久，就快要沉不住气了。务必暗中行事，千万不能打草惊蛇。是。这是什么？自从王宅宴会结束之后，好多千金小姐递来拜帖，想请夫人去吃茶。知道了。我回来啦！哎呦，来吃饭。哎呀，累死了。这么多拜帖，邀请你的？是啊，是邀请你的。我的？铺子筹备的如何了？很好，有袁大哥的帮忙，我觉得不过3天，应该就能开张了。袁大哥，你说那个袁老？嗯，对。他为什么要帮你？我们是合伙人。你接受了元朗的银子？对啊。他出银子，我出手艺，我们是平等的呀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给你讲过东山千贯茶的故事。什么茶？东山有个县令，素来以勤俭节约著称。想给他送礼的官员千方百计都没有问出他喜欢什么东西，直到有人提点说他喜欢某一种茶叶，于是官员想方设法想要找到茶叶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100两银子，1贯茶。因为那个茶叶店就是那个县令夫人开的。啊。所以呢？没听懂？听懂什么了？就是元老和县令夫人合开了一个铺子，就等于打开了一个口子。你可以不收钱，但你架不住元老不会以你的名义在外面收钱。到时候朝廷查封下来，连铺子带你这个人一块给你查封了，明白了？要查封我的铺子啊？那我怎么办？用自家的钱就没事了。对，还差多少钱？我不给你。你不会是吓唬我的吧？有这么夸张？我也不是白让你拿这个银子，你得帮我办件事。哼，我就知道，还有后话。说吧。你呢，就拿着这些拜帖，以卖货的名义，去每家每户帮我走一趟呗，然后把那些海方的官吏、商贾的家里情况一一都给我摸清楚。哎，哪些人可用，哪些人不可用。你这是让我给你当眼线呀？那夫人意下如何？这是谁呀？海方县尉的女儿，素来与王月离不和，经常因为争夺首饰、衣服而大打出手。你这次就帮我从这位
黄大人家茶几，如何？不行。买了啊，喝茶，谢谢啊。好茶。今日能得宁夫人赏脸，若云这花卉真是蓬荜生辉。哪里的话，我还要感谢黄小姐的邀请才是。夫人仪态大方，一看就是京中名门。妹妹们粗鄙之姿，让夫人见笑了。这是哪里的话呀？我看姐妹们个个天生丽质，比起那些京中贵女来毫不逊色。无需自谦。夫人真会说话，妹妹们都当真了呢。是真的呀。宁夫人初来海坊，住的可还习惯？去年我家表亲从京中过来吃酒，住了几天便上吐下泻了几天。哎呦，这么严重啊？那可不是。您还好吗？我倒没那么大反应啊，不过到底是换了水土，所以刚来的那阵子吧，脸上又干又痒的，还红肿脱皮呢。这临海又常年阴雨的，您这是湿气入体，郁结难发啊。应该是。那宁夫人，您是怎么好的？对呀，您是怎么好的呀？告诉我们啊！不瞒各位姐妹说，我从小呢就喜欢研读医书，尤其是对养生护肤的方子特别感兴趣。自己在家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做面脂用，效果还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第一次来，我看黄小姐也是一时不缺的，实在不知道备什么礼，所以这是我自制的飞碗霜，效果好得很，姐妹们不妨试试啊。怎么样？这个味道喜欢吗？天哪！宁夫人，你这飞碗霜不管有多少，用料需要多少花费，我全包了，只要你不卖给第二个人。王月离，我的花卉你来干什么？黄若云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不用你管。你要疯回自己家里疯去，不要叨扰我的贵客。贵客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跟我走。你放开！这个脸不一样了，他今日没得面纱，他的脸可是白净了不少呢。你的脸，真的哎！哎，王小姐，你这脸上的红肿消了许多哎。用飞碗霜了吧？你黄若云，原来宁夫人的飞碗霜确有奇效，连王小姐的陈年烂脸都治好了。宁夫人，你还有多少呀？我们姐妹们都要。我也都有，你要多少都有啊，都有。黄若云，你也敢跟我抢？我就跟你抢，怎么了？你给我！什么？夫人喝醉了酒，还把脚给扭伤了？是。听说黄小姐和王小姐因为争抢飞碗霜大打出手，不幸伤到了夫人。那她喝酒干什么呀？飞碗霜没卖出去，借酒消愁。不是说好去打探消息的吗？怎么又开始卖上货了呀？小心，上几盒。怎么喝成这样？让我来。你说，真的是你呀？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，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？谁说卖不出去？啊？
我卖得出去，我卖得出去，我卖得出我的宝贝，宝贝。嘿，你把我收好，收好。你把我收好吗？那我交给你的任务呢？什么任务？不是卖飞晚霜的吗？我还真是高看你了啊！你也真是的。不是卖飞晚算了，霜吗？我明天再找你算账。菊花，千妹妹，我在海坊盘下了一个铺子，马上就要开业了，少不了你这个会记账的来帮忙，而且海坊各色人物都有，你来了肯定会喜欢。好血糖水粉铺正式营业。祝聂老板引东西南北四方客赚春夏秋冬4季钱，恭喜发财，开业大吉！借你吉言，赶紧进去看看。好，进来看看，快看！当当当当当！哇！哈，这就是我的好血糖，怎么样？这些你自己弄的？当然了，而且我跟你讲特别快。我这个柜子啊，都是找短工日结的，只花了300文钱，而且多余的钱我还给柜台添了份笔墨纸砚。哦，对了，剩余的边角料的木材我放在了后院，用来生火做原料。怎么样，物尽其用吧？你呀，对于开店倒是了如指掌的。那当然了，没想到我在京城没实现的愿望，居然在海坊实现了，还要多谢宁大人出本金支持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这些都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反倒是我要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很幸运，能够成为你好血堂第1位客人。对呀，待着别动啊。把手伸出来。又怎么了？快点。当当，恭喜你成为好血堂第1个客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你这位客人来逛店不带银子的是吧？啊？没钱。来我们家店不带银子，你想当黑客啊？你啊我没钱。快点。客官请慢用。哇，哎，你今天这么大方，点这么多菜啊？今天呢，好血堂第1天开业，这个算是庆功宴。这些菜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我再让他们加。够了，够了，而且还都是我爱吃的。哎呦，这个好吃。好吃。你尝尝这豆腐，真不错。这不是猪脑花吗？猪脑花。啊，不许吐！在人家店里吐算怎么回事？不可以浪费啊！来，夫君，今日多谢你请我吃这顿饭，明天祝我开业顺利哦。开业大吉。聂姑娘，袁大哥，你也在这儿？这么巧啊！哎，来坐坐坐，一块吃。小二来副碗筷。好嘞。哎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袁大哥。客官，您的碗筷。啊。
巧啊！阁下就是元老。久闻宁大人大名，幸会。素未谋面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啊？特别是这双眼睛，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？在下乃是一介云游商人，怎敢高攀莫玉侯？莲姑娘，这一桌子菜都是我喜欢吃的，咱们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哎呦，这都是他点的，你要是喜欢吃啊，你多吃一点啊。哎，你要是喜欢吃好吃的，以后我带你去更多地方吃。夫人，外面的菜是好吃，但比不得家里的干净。是啊。一个自由的姑娘，可不能整天被关在冰冷的府中，面对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啊，府里呢，有的时候是有点冷清，不过我什么都不用做的，都有管家来做，我舒服得很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客官，您的虾。啊，慢用。莲姑娘，这是我专门为你点的大虾，来，多吃点。海物有湿气，你不太适合吃。哎，宁雨轩，你先别吃，你那个伤还没完全好，这个海鲜是发物，所以你不能吃啊。这看起来不错啊。宁大人，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喜爱之物的权利，你说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真好吃啊！多吃点，来。你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啊。我自己来就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莲姑娘，你开业的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。但是我现在在想，怎么样才能打开这个销路？因为现在刚开店呢，很多人还不知道。那我就在想，怎么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我浩雪堂这么个店？应该想一个策略。它怎么样才可以？侯爷回来了，吃饭了吗？吃饭？吃什么饭啊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吃饭。从京城吃到海坊还没吃够。侯爷是和夫人……没事儿，啊，我好得很。那鬼白，我问你，这县衙真的很冷清吗？京城的墨玉侯府真的很冷清吗？和我在一起，真的很冷清吗？是有点。连你也这么觉得？想听假话吗？嫌我冷气。那我就想办法让这个府里热闹起来。鬼白，给我上菜，我要吃饭。侯爷，您不是要吃饭吗？为何做了却不吃啊？是在等夫人？
吃饱了吧？鬼白，撤了吧。是。撤得好，赶紧撤！我给你带回来好多好吃的。鬼白，不撤了。哎，你看看吧，这个是你最爱吃的里脊腊肠，这个是姚记的牛肉，还有这个烧鹅。啊，对了，你看啊，这个差点忘了，还有他们家最后一盘熏鱼，我给你拿回来了，还有你最爱喝的红枣杏仁粥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可以。嗯，还跟他逛了这么多地方呀？没逛呀，我这不是着急那个把吃的给你带回来。哎，这有些人啊，吃醋就吃醋吧，样子还这么帅啊。谁说我吃醋？嗯？哦，口是心非。哎，宁宇轩，我跟你说个奇怪的事情。刚刚我走出珍宝阁的时候，那个老板娘一眼就认出我来了，而且跟我说什么，以后啊，我们一定要常联络，多走动走动，还说她要把我的飞晚霜全部包下来。我后来想这个事情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你说我跟他也不认识，他能一眼就认出我，这一定是有蹊跷，会不会跟王景瑶有关？鬼白，记得盯紧这家店。是。哎，你说我这个小脑袋瓜，是不是还能帮上你啊？哎，对了，我刚刚走出珍宝阁的时候，到了他们家后院，一闻，哇，好香啊！结果我一看，他那个后院的园子里面种的全部都是名贵的花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走出去的时候，花香扑鼻，尤其是那个微风一吹啊，好舒服。看着我干嘛呀？传回去。哎呦，这么早叫我干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每次。哇！天哪！哎，怎么这么多花？哇！谁弄的？都是我喜欢的。哇！桌子上也有啊，好漂亮啊！这谁布置的？啊，这谁布置的？不会是你吧？怎么可能啊？之前是家里没有管家，既然来了新管家，自然要把这个家好好布置一番了。哦，新管家，看来这个新管家呀，跟我还真是投缘。布置的花都是我喜欢的，是不是？你做这么多盘肉干什么？啊，这每盘肉啊都是不同的厨子做的，你尝尝，哪个最符合陈府的味道？陈府的味道？
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个。啊？哦，这些不会都是你布置的吧？是新来的管家说陈府的厨子做菜好吃。鬼白，以后县衙的厨子也给我按这个标准炒。是。哎，奇奇怪怪。就是这个味道。跟厨子说，就按照这个味道来做啊。哦，知道了。不行，浩雪汤还有新品没弄完，我赶紧去啊。哎，那这肉可以拿走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啊。谢谢你的话。不用谢啊。侯爷，这有一封秦大人给您写的信。好，念吧。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心似双丝网，终有千千结。他什么意思啊？属下看您最近状态不大正常，知道您不喜欢看大夫，便写信给了秦大人，告诉他您最近的情况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多管闲事了？你下去吧。信中的意思，就是吃醋的意思。我怎么可能我吃醋了吗？墨雪，来，我今天不在店里的时候，有没有客人过来？连个人影都没看着。哎，没事，第一天开店很正常的。夫人，侯爷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没公务啊？本官在海坊视察民情，恰好路过此处。口渴了，给本官倒个水喝。哎，够了，来，喝茶。就这么点儿啊？啊，我这个可是好茶，你喝不喝？不喝算了。抠死你算了。好歹也是你夫君，喝个茶都不行。一口茶也是成本啊！你都不知道，你夫人我开这个店真是要赔死了。你看啊，我刚才算啊，花材和药材今天花了我一共15两银子，其中包括珍珠粉10钱1两，珊瑚也10钱1两，这还不算什么，贝壳1两5钱，我这一共就花了15两，这些都不算，还有船舶税20两，算起来海坊的物价比京城还要高，大家还怎么做生意啊？等等，你刚才说船舶税20两？对啊，3年前不就已经降为2两银子一船了？你没记错吧？当时是我圈的红，我不可能记错。好啊，敢骗我，我找他去！哎，过分，居然敢骗！
君，你是不是应该陪我一起？陪你去。此事恐怕也没这么简单。还有脸回来？大哥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这几日咱们的兄弟在里面也都受了不少苦啊。知不知道九牧赌坊关了，我要损失多少银子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大哥。大哥，要真说起来，这次也真是邪了门了。那不仅碰到宁玉轩那块硬骨头吧，就连去绑架宁夫人的那2个咱们的兄弟也被人揍得不轻啊。反正看得出来，这些人身手真的都很不错。要你们这群饭桶有什么用？帮主，外面有个叫元朗的求见。不认识，不见。他说前几日误伤了咱们兄弟，是来道歉的。哎，大哥，那这个人有可能就是在赌坊门口救走了宁夫人的那个人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带进来。见过沈帮主，在下元朗，这2位是我兄弟，赵龙、赵虎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们还敢来？兄弟们，沈帮主，之前搭救那位姑娘确实是个意外，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打了自家人。谁跟你是自家人？沈帮主，我们兄弟几个是云游商人，想来到海方做生意，早就听闻了沈帮主的大名，正预备前来拜见，不料多管闲事，差点误了您的大事。今日小弟前来，是特地道歉的。这些银子是小弟的一点心意，希望你我兄弟之间不打不相识，日后啊，在海方承蒙您的关照。在海方的地界上，只要听我蛟龙帮的话，那就是我蛟龙帮的朋友。那就多谢沈大哥，受小弟一拜。让大伙卖点力气，快点讲。最近这些船主都不愿意交税。李三，我问你，我刚才从你这儿买了一船海货，你还记得我吧？啊，你是不是多收我船舶税了？哎，夫人，这船舶税向来就是1船20两，您要买我们的船货，就得帮我们交这个船舶税，这是很多年的规矩。哎，我可没多收你啊。是吗？是啊。不对，你就是多收我船舶税了。你们是艘黑船。不是这，你说谁的船是黑船啊？船舶税一向是20两，没有问题啊。怎么，你也交到20两？对啊。哦，那你们口说无凭，我凭什么信你们？夫人，我们都是心情诚恳的生意人，怎么能昧着良心多收您钱呢？就是，您要是不相信啊，官府的刘主簿就在那儿，您问问他便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吵什么？刘主簿，怎么了？刘主簿，来得正好。宁夫人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啊，是这样啊，刘主簿，我呢刚刚从李三这里买了一船海货，但是他收了我20两的船舶税，你说他有没有收多啊？没有多收呀，没问题。宁夫人，咱们借一步说话吧。为什么要借一步说话？就在这儿说。刘主簿，说个数很难吗？到底多少？我们收的是2两。啊，是2两？怎么是2两？是
没听清啊？你说20两还是2两？我们说的是2两啊？怎么是2两？不是20两啊！是8两，对呀，昨天刚交了20两。刘主簿，不对吧？这几年整个海方交的都是20两。对呀，你说清楚！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全人，把刁民都给我打走！都打走！打走！宁大人来了！哎，宁大人，宁大人来了！刘主簿，码头吵吵闹闹的，所谓何事啊？宁大人，您怎么也到这儿来了？宁大人，这官府一向收我们20两的船舶税，怎么到他嘴里成了2两了？宁大人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给我们做主啊！一个坚称收了20两，一个坚称收了2两。好，鬼白，查封税银，拿账本对账。是。好好查查，早就该查的。2两，咱们交的可是20两啊！这上面果然都写的2两一船，共计178两，而你却收了1780两。我看看，真的都是2两一船。刘主簿，我需要一个解释啊！这3天的差额就有这么多，3年的差额都去哪儿了？我回宁大人，这银子都给蛟龙帮剿匪用了。什么？才去剿匪？好啊，去蛟龙帮。哎，你看这个宁夫人是不是有点像季小姐啊？是吗？啊，是有点像，是吧？好像还真是。你就是蛟龙帮的帮主？正是。宁大人不在县衙办案，跑这儿来干嘛？我来这儿自然是有话要问你。听说官府有笔钱在你这儿。不错，我们蛟龙帮每年帮海方剿匪，官府支付我们剿匪钱。官府向蛟龙帮支付剿匪钱。好，很好。那为什么官府的支出账目上没有这一项？这钱在码头就给我们蛟龙帮了，根本就没走官府的账。既然没入官府的账，那蛟龙帮这儿总有账吧？我今天就是来查账的。你一个县令，懂账本吗？怎么说话的你？就算我夫君不懂，我也懂。这位是我的2品诰命夫人，平日里对算账简述十分的熟悉。帮主在言语上可别怠慢。2品，好，看吧。你这个账不对啊！哪儿不对啊？你这个上面记录的兵器购置一共是300两，可是实际上记录在册的兵器却只有30件，
然后你这个粮草购置一共是花了520两，但是以现在市面上大米和草料的价格，你这200斤的大米和300斤的草料可远远花不了520两银子。哦，对了，沈帮主，这从你的账目上来看呢，官府一共给了你5981两银子，实际上你却只花了800两，那这里外里就是差了5000两。你算的不对，账目白纸黑字就摆在这儿，哪儿不对了？海方这么多年来的规矩，你宁玉轩来是要打破它吗？我不管海方之前是什么规矩，但既然本侯在这儿，一切得按朝廷规矩来。我不管是谁胡作非为，绝对不可能得逞。怎么，想对我们动手吗？在下哪敢对朝廷命官动手？知道就好，本官今日前来就是来通知你，以后官府不会向蛟龙帮缴纳任何费用，还有船舶税，由县衙收取，统一上交朝廷。记住了。走吧，夫人。啊，对了，沈帮主，这个月官府给了你5000两的剿匪费，既然这么节省，只花了800两，剩下的钱就退给官府吧。